有一大堆无爱伫的这太阳能光电棒，苗栗县一间回收处理公司，就甲这物件呢顶伫咧大路边，去互民众检举讲是影响到交通。环保局来稽查了后，也要甲业者开罚单。业者表示讲，因为南部目前呢需要回收的这太阳能板强增加足济，配合政府处理的量是加1倍出来，啊那路边顶掉的这部分有先刷走啊。 无爱伫的太阳能板贴几塔，放伫路边，有一寡也占着车道。苗栗县东路工业区丰兴环境科技公司和民众检举，物件贴占伫车道，影响车辆通行。当地人甲外地游客也认为安尼唔对，官府决定要甲罚。虽然是一个绿能，但是它以后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了，这一块没有拿出来讨论，所以造成今天天后稍微改变，它就承受不了。 那造成社会的负担，不要说你就贸然的就直接就放在这里这样子，他应该，因为虽然我是外地，可是我也觉得说，其实他们在地这些应该都会有一些反弹的声音的。 环境部统计，7月丹那市洪台中松南台湾毁损145000片的太阳能板，总重量大约2800吨。因若国内会使回收处理废弃太阳能板业者，敢若有4间，丰兴就是其中之一。只有手区外口路边已经无看这派去的太阳能板，不过门口也有部分拆解了后的阿鲁米坑。等待资源回收商再走，环保局13派员稽查，确定业者违规放伫遐属实，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开罚，并且要求限期改善。 该堆置地点与其处理许可证所核定厂区配置图不符，未依许可证登载内容运作，已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2条规定，环保局将依法裁罚，并限期完成改善。我们在作业的时候，我们会先下车，就很整齐的排在路边，然后每天就是晚上收工以前，我们会把它清除到里面。既然说民众有这个意见，或者舆论有这个意见，我们就如你今天所看到的，我们就是都在场内的。业者真无奈讲，配合政府加速处理废弃的太阳能板，原本一天会使处理50吨，最近增加到70到100吨。路边的太阳能板是暂时放伫遐，每天暗时就会运入去厂区，毋是讲违法，放遐放真久。未来减少这处理的数量来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